在观看频道的时候，按右边影片画面下方最右边的储存，按储存，加入媒体库就加入自己频道自己账户里面频道的播放清单，加入播放清单。率性进修班基本功，内容丰富，启慧班、综合成全班、明慧班、青上精湛班、清口班呢可以加了。欢迎订阅，订阅进入按播放清单，播放清单会按频道里面相关的频道都会加在里面，有订阅都会加在里面，还有再加长。